自2024年5月24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天下大事对细微开始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彼得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7节。相款，恁做妇人人个，着顺服家己个丈夫。安尼，因中间若有人无顺坦道理个，会对恁个好品行受感化，恁拢毋免讲半句话，因为因会看出恁个生活纯洁佮敬虔。恁毋通靠边头毛挂金器，穿水衫顶装塔，着靠内在个水，用温柔甲安静个性情，做袂败坏个装塔。这伫上帝个面前是上宝贵个，因为早时仰望上帝遐个圣洁个妇人人，嘛是安尼装塔家己，顺服因个丈夫，亲像撒拉顺从亚伯拉罕，称呼伊做主人。恁若做好事，无受恐吓，直到惊吓，就是撒拉个查某囝。共款，恁做丈夫个，着甲家己个妇人人做伙生活，体贴因肉体上较软弱，着甲因尊重，因为因嘛甲恁偏偏是分享上帝恩赐个活命个人，安尼恁个祈祷才袂受阻碍。天下大事对细微开始。伫权力结构严谨个罗马帝国，彼得秉持基督信仰，因所既有个权力结构还伫上帝个掌权下面，佮有伊设立个美意，亲像赏善罚恶，总是不可否认个，伊也是正创着邪恶个无完美存在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国度个彰显是伫罗马帝国既有权力倾架中，无改变社会对夫妻角色期待个情况下，活出上帝国个新人际关系。特别伫夫妻只有一凭信主个家庭，彼得劝勉基督徒家后持续遵守社会规范，佮着用佮较悬个品行来感动丈夫。若是基督徒翁婿，爱伫男尊女卑个文化中，承认佮接纳家后是上帝所造，甲家己虽然有差异，却是同等真心体谅，对伊尊重，因为伊也会当领受上帝所赐个新生命。伫男性垄断知识、经济甲权力个时代，丈夫若毋是真心摒弃主流，专心揽抱上帝国度个价值观，就无可能实践尊重太太。所以，彼得将夫妻个关系经营，甲人和上帝个关系经营，祈祷做连结。这基督教信仰所提倡个平等婚姻关系，互一寡数学家断言，当时必定吸引袂少女性加入教会，佮促使家父长制社会崩解，最终影响罗马帝国晚期历史发展。这对上帝国价值观带来个革新，成功对个人价值观转化，延伸到婚姻家庭，最终改变社会，互人掠开上帝主权实践个真实。对这受惠，今仔日台湾社会性别平等已经是一般日常，因为安尼接纳差异，佮彼此尊重，是无分性别个共同课题。
若是上直接落实的场域，就是伫婚姻甲家庭。2023年，公共电视人气第级人选主人造浪者，透过总是因为工作忽略照顾囡仔、分担家务的陈嘉敬这个角色，刻画出稳重踮这个行为背后的价值观。就算口头尊重，做是身为丈夫的伊，却下意识认定家己的竞选工作是比太太的插画工作搁较重要。结果，伊予文宣部主任这个身份凌驾伫丈夫和老爸这两个无别人通取代，毋过伫现代社会却可能会失落的身份顶面。我想要爱你通明白，咱两人的工作偏偏重要。这是其中陈嘉敬的某的诉求。伫夫妻关系内面，这个诉求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因为这个信念除了体现真实的尊重，也真确影响彼此的心思和时间分配。是听囡仔和另外一半日常啰嗦，也是读手机内的信息，是转去厝里食饭，也是甲客户应酬。伫记得办公室行程表的时，是毋是还记得厝里要采买的用品？这个看起来真日常、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却拄好是一个人价值观的体现，建构咱所重视的关系。互这个看起来亲像真细的代志，也拢甲上帝国的主权实践息息相关。未想伫家庭关系中，我是毋是真心接纳差异佮尊重？伫家庭关系中，我是毋是真心接纳差异佮尊重？祈祷，信息甲望之主，求你保守我心温和坚定，伫每日亲密佮纠结的关系中，靠主有合宜的言行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